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中编读，人工出版社。第二部分，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23课，读讲练习。第一，这安怎读？尽力，尽力。第二，这安怎读？协力，协力。第三，这安怎读？火车，火车。第四，这安怎读？飞机，飞机。第五，这安怎读？银行，银行。第六，这安怎读？农会，农会。第七，这安怎读？学校，学校。第八，这安怎读？邮局，邮局。第九，这安怎读？旅馆，旅馆。第十，这安怎读？车站，车站。11，这安怎读？冰箱，冰箱。12，这安怎读？电脑，电脑。13，这安怎读？绿岛，绿岛。14，这安怎读？蓝树，蓝树。15，这安怎读？糖霜，糖霜。听写练习。16，这安怎写？祝福，祝福。17，名产，名产。18，园林，园林。19，地毯，地毯。20，土匪，土匪。21，埋怨，埋怨。22，过带，过带。23，扫地，扫地。24，参加，参加。25，专利，专利。26，前途，前途。27，传记，传记。28，行为，行为。29，民生，民生。30，牛车，牛车。作者陈树忠，校对者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